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3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夜一间金属工厂就设立伫咧田中央，进前曾经有居民怀疑工厂利用农地来偷带废弃物。虽然经过环保局查验，并无受到污染，但当地民众犹原烦恼，工厂会偷排有毒的废水来污染农地。对此，议员陈文贤要求环保局要随时监控水质。 并要求厂商伫咧地方召开说明会。议员陈文贤提出金属工厂的相片指出，该工厂伫设伫咧农田的周边，地方居民烦恼，一旦业者偷排放有毒的废水，那安尼大片的农作物将会受到污染。未来若是被民众食到腹肚，将会对身体造成危害。所以要求环保局随时监控水质，做好把关，并要求厂商召开说明会，让地方居民会当有进一步的了解。有毒的物件要来阮地方，啥物人卖？哦，所以我是感觉讲，为了这件，你爱积极，爱资料，加爱阮地方甲因开说明会，安尼你做会到袂？这个部分审查吼，我嘛欢迎讲吼，这个乡亲吼，参议员吼，你若审查过程中有啥物款的意见吼，我甲你讲，啊，我来去迄个现刊的当中，我嘛邀请吼回去。下年我甲你讲，你一定叫甲地方甲因开说明会，互地方的人知影嘛。 哦。同时，议员阁将民众家己采用的工厂废弃物亲自送交予环保局长，要求进一步检验。李主席也当场采视环保局，了必须向民众公布检验结果。但新闻早上林根采访报道。林德区后壁里甲邻近的生活圈，总共8里，居民长期以来拢无公园会当运动休闲。 虽然市府有征收计划，但却因为经费的问题，一直无法度来开辟。议员刘正昌除了督促市府要赶紧起公园，嘛建议市府若是无法度开辟，就要透过改变，将地还给民众。 大台南县市合并以后，台市政府为了落实加团城市的愿景，积极推动一区一公园。但伫林德区后壁里甲邻近生活圈总共8里，所无休闲运动用地会当使用。离原本的征收计划进行治了真侪冬。议员刘正昌因为不断接到民众反映，所以上午伫议会也特别质询工务局，到底是要改变将土地还给人民，也即是有其他方案。你上这大的生活圈竟然要公园，你找看台南县市有啥物所在？安尼700万人伫遐出去的人要公园无？所以我是感觉你认为，我认为讲你爱排第一顺位，而且呢，你若真正无钱，咱甲分3年征收。以早伫南国校我做船长时，我就甲去亲戚伊就讲伊无钱，就做3期来征收。迄阵是丹东山的时阵，哦，迄阵遐差不多你30万较早钱较高，做3期来征收。希望你比较处罚，会当来决定这个行会。这个部分就是讲啊，优先顺序要安怎去决定，吼、要安怎去来做一个处理。啊，当然即马有一个，咱有一个做法，伫永康，就是讲伊若愿意拍5折，哦，市府来处理。 安尼咱会使来优先啦，吼，就是迄个市价也是讲好，你请坐。哦啊，所以现主席，我咧想，我来再来想一个通案性的一个，怎么样把各个地方这么多都有这么多的公园需要征收，甚至德罗用地嘛是共款，哦，啊，要安怎找出伊的优先顺序，从需要性啊，从财务的可行性，哦，这个阮来想办法。 另外，议员也关心到大台南2项重大建设，包括会展中心以及2零科学城的开发进度。经发局回应，大台南会展中心伫经过上网公告定序以后，伫11月2号将进行审查，预计明年第1季就会当来动工。而2零科学城也将伫明年1、2月份进行工程。但新闻早上林根采访报道。 就要责任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委的市员李泰基30号把握市会最后一场总质询，以台南好生活为主题，
建议市府将新营盐水双星公约计划当中加入科技的元素，将盐水隐形戏院转型为 VR 体验馆。同时强调，未来伊对地方的服务未中断，对新的职务嘛会全力付出。廉市议会上午进行市政总质询，第一院理推机质询进前，担任主席的议长赖美惠首先代表议会同仁恭喜理推机个性，接下农委会副主委的职务，相信伊对地方的了解加丰富的问政经验，将会当为全国带来真大的贡献。而最后指出，以议员身份质询的理推机也答应，会将台南的农业放伫心内。依照咱李退之议员过去伫咱地方服务的经验，包括对地方的了解，一定会当将你的文政的即个经验嘛，佮来对咱整个大台南市即个大农业市吼，伫农委会的即个位置，伫咱对全国的农业，相信嘛对咱台南市拢会当有所贡献。甲咱恭喜！其实，伫我即个公职服务的即个过程中，嘛是我即个做伙拍拼的，这非常好的伙伴。我们在这个公务上面互相来这个提携切磋。那当然，我未来还是秉持这样服务的精神。那当然是从这个服务的方式、服务的角度跟这个服务的范围更加的提升来扩大。那我一定也会把这个台南这个农业大城的需求，一直放在我心里面最重要的一块哈。随着 VR 科技的进步甲普及化，议员李退之建议会当将盐水新营顶所在的景色，利用 VR 的方式伫隐形戏院呈现，希望和民众借着虚拟实境，看到大新营区未来的发展。永城戏院，我们是不是可以花这8亿多里面的可能1%，或甚至不到1%的经费，我们来做一个 VR 的体验馆？这现在不难呢。现在不难，你现状非常的快，你如果搭配高度够的，你们自己做工程的都很清楚。我们先用LiDAR全部打一遍，快速建模，一颗中等性能的LiDAR，大概半径2到3公里，一下就扫完了。然后搭配它的拍照性能，一下子整个全部的月经港景观尽收眼底。那 VR 内容的建制，你把现状建起来之后，还有我们未来要做的清水公园，我们油气的码头，我们整个水上活动区，我们未来月经8景整个打造出来在什么地方？当他用 VR 的方式整个走动飞行体验完之后，他可以再往前走，用时间的观念往前走，把它带进4年后、8年后的月经港跟新营。整个城镇之星会让整个大新营地区新营盐水脱胎换骨变成什么样子？台里市长李梦燕接受议员建议，表示未来将会把周边地区也纳入影片的内容当中，并且设置长期的体验馆，也就是愿景馆，让各地来的旅客来到这拢会当了解当地的人文背景。但新闻加山林根采访报道。要伫咧大台南每一区成立一个后援会，台南市长民进党初选参选人陈廷辉伫咧安平后援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侪解决安平大量观光人潮问题的方法。首先，伊认为交通是第一个必须要解决的，连带运河整治，并希望会当甲周边的海花区域联合，希望会当对安平出发，打造一条滨海蓝带观光轴。陈廷辉安平后援会成立大会现场，上千位民众拢前来参与，表达全力的支持。当中也有安平在地知名猎物天后宫的主委前来表态，接下安平后援会执行长的重要职务。对着安平这个台南热门的观光景点，陈廷辉认为交通的问题一定要彻底解决，并结合周边打造滨海蓝带观光轴，才当让安平发展更加完整。必须要向外将这个交通网络建立好势非常重要。当咱要发展观光，咱袂当让咱安平袂输包伫内面，剩一条路通好行尔，安尼当然会发生着。咱的塞车，互咱的住户无法度伫假日的时阵，好好去做一个
向外来旅游成绩，向外来出门的一个好的管道。所以这是评委伫第一时间，当咱今仔要讲到咱安平的文化、观光、历史推展的时阵，咱来先解决交通的问题。随着初选的日期愈来愈接近，陈廷辉也提出愈来愈侪明确的市政政见宣导，希望让较侪市民朋友了解伊对大台南未来是安怎规划。咱的新闻采访报道。争取代表民进党参选后一届台南市长的立法委员王定宇，伫咧台南市全美戏院发表第一期竞选影片。现场侪侪支持者拢前往观赏。王定宇嘛表示，竞选影片已经翕了真侪支，未来也一一发布。这第一期的竞选影片，就是要传达伊平凡而且坚定的政治之路。伫咧全美戏院头前，台南市民进党初选参选人王定宇甲侪伊的支持者聚集起来。这是为着要观看王定宇竞选影片的首次发布。这个影片所呈现的，就是王定宇以上界重视的，就是平凡一般人，表达出想要为因服务付出的感情。用上深的感情，伫这个土地打拼。希望呈现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定宇啊，我们注重的是人。我们从菜市场，从我爸爸在这厨师，我妈妈伫工厂做卤工。我安怎甲基层的人做伙，这样的生长的环境，对我在公职的生涯还有重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块土地上，咱急切的感情，咱希望帮助的对象是一般人。台湾上伟大的不是政治人物，嘛不是什么有名的人。台湾最伟大的就是我现在生活的这一群人，叫做平凡人。这些平凡的伟大，是待会我们这个影片要介绍给大家，我是什么啊？那最后上重要的是，咱有时会急，有时会冲，但是这个急甲冲，是因为咱唔甘一般人受害、受损、刀手无门的时阵，他投诉无门。我们因为出生于一般人，我们因为知道一般人的痛苦，所以对他们的急，我们急着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台南市到第3届市长要有这种对于一般人的了解，对一般人的重视，对于人的体会，还有对于解决问题的急切。王定宇表示，服务平凡人，唔甘人民的辛苦，是支持伊向前的力量。伊也会透过影片拍拼向市民传达安尼资讯，争取支持甲支持。台南新闻1号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甘顺哲29号举行麻豆官田后晚会成立大会，这些来自麻豆甲官田的乡亲自动自发到场小听。其中担任麻豆后晚会会长陈敏雄，6当前曾经担任黄伟哲参选立委的英务会长。这届市长党内初选转向支持甘顺哲，让甘顺哲的团队真有信心。呼吁市民，若是接到市长电话民调，一定要讲出为伊支持甘顺哲。在政基队的引领之下，甘顺哲进入会场，当时甲大家的支持者一一握手致意。会长甘顺哲为麻豆奥运会陈明雄会长以及官田奥运会曾国熙会长受政基呈现旺盛的战斗力。真侪有力的地方人士站出来支持甘顺哲，也让甘顺哲对这次选战充满信心。我们的麻豆会长宋启杰，甘顺哲，甘顺哲，甘顺哲表示，有真侪地方人士小听，伊对初选有信心，伊也将照家己的节奏甲脚步拼过初选。今仔是麻豆奥运会成立吼，这是我这个地区奥运会成立的第3个奥运会啦吼。阮陆续的这个台南市各区拢会成立服务处，感谢咱乡亲吼一路的支持。因为麻豆是咱民主的圣地啦吼。历年以来呢，不管是这个民进党只要杀人出来选是，你这个所在拢是摕了真悬的这个选票吼。感谢咱这个民主联谊会会长吼，咱的创办人咱的陈明雄老师担任我的这个会长吼，所以我真感谢。其实麻豆民主联谊会伊伫麻豆内底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
满到历年来，即个日均会当摕到真悬的选票，拢是民主联谊会，即个同仁吼，大家互相拍拼，大家有即个民主的理念的坚持吼，当发到通即个成果啦吼。所以我今日即个所在是奥运会，我感谢真侪乡亲，我绝对会认真拍拼，要鼓舞乡亲对我的期待啦。杨顺泽表示，伊是上了解市情，上会当达到无缝接轨的参选人。民众若是接到市长的电话民调，一定要讲出为伊支持杨顺泽。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长期关怀弱势富邦慈善基金会整合各界爱心成立公益平台，其中做好的部分结合集团内底同仁甲社会各界力量，互经济弱势孩童也会当安心学习。28号即天，因安排助学人甲受助学生见面会，互参与助学计划双方拢会当留下美好的回忆。由富邦慈善基金会举办的助学计划当中，助人甲受助相正反的活动，28号伫咧石鼓文创园区举行，现场气氛温馨欢乐，一团长期关怀公益活动，也结合社会大众的力量，互资源落实伫咧真正需要的人身上。那么基金会尤其对我们台南市积极的服务。除了我们所谓急难救助专案之外，那么用爱心做朋友，每年基金会助学台南学童近2800位，捐款也近2000万。那么尤其在2016南台湾的震灾，富邦金控更是第一时间人力提供协助救灾，那又是同时捐款1000万。除了这个之外，后续我们针对这次地震所致父母双亡的这些失依的孩童，我们更给予每个月给他特别的抚育金。代理市长李梦燕也亲自到场，感恩富邦慈善基金会爱心付出，并期待这寡受帮助的学童日后有能力也爱回馈社会。还有特别是对台南，这个付出非常的大，每年有将近2800位同学，那么接受富邦基金会、慈教基金会的协助。那么另外在我们前年的0206地震，富邦基金会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来协助，包括包括捐赠相关的这个附件的这个善款1000万，还有呢对于我们在赈灾里面单亲或者是失依的这个同学，那么付出他的这个奖学金，一直到他这个20岁成年，我想这些都是富邦基金会对我们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贡献，也对台南的这个热爱。主办单位也设计了侪适合团体做伙、趣味又搁简单的活动，透过分组的方式来进行，借由这款游戏，互因彼此之间会当更加亲密的了解，也为这场相正反的活动画下上佳美好的回忆。今日新闻采访报道。
以文化艺术来进行两岸的交流。广州市水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甲台南市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以及台南市艺术家协会共同举办的2017广州台南九九同心敬乐会校送福的活动。两岸的艺术家伫咧现场写出福气的文字以及对联画作，甲现场的民众共度佳节。广州市水台甲台湾在地侪艺术家拢展现功力，伫咧现场写出一个又一个充满祝福的字帖，要用毛笔所画出来美丽画作。这场用书法艺术来进行的两岸交流，同时庆祝重阳节这个敬乐节日的活动，吸引侪民众以及在地艺文人士拢前来参与。因也希望借由加这安尼的艺文活动，和两岸会当更加深度的交流。这样一个行程，是我们我们期盼已久的，因为就广州市跟台南可能以前也相对的是，就是官方在政治层面的交流可能会多一点，但是在民间艺术交流方面呢，可能会比较少。我是第一次来台湾，也第一次来台南所以呢据我们主办单位讲呢，就是台南我们以后要更多机会创造更多的机会，过来跟台南的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我们的社区的这个街坊居民要多一点交流。其实呢，我们很多东西就是说撇开一些就是浮在上面的东西，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同根同源的大家呢要彼此呢多点去交流，多点拜访多点熟悉，那一切呢我们心中的很多的芥蒂，我们呢都会自然会消除。大陆有9位的艺术老师，都是在广州相当著名的老师，以及我们台湾艺术家协会目前有5位老师，都是在两岸艺术交流，而且在两岸属地有书画、国画那个得奖的名家今天很高兴，希望在重阳节大家能够敬老尊贤，也祝福我们台湾的年长的老人家在重阳节能够身体安康、吉祥如意。这场九九同心中阳节的活动，不但看到台湾甲对岸广州的书法家因共台大笔的写下文字，画出多位模样，同时也看到两岸和平的文化交流。借由安尼交流，未来两岸在各方面才有进一步的合作机会。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以道地印度咖喱料理为主的连锁餐厅业者，30号正式进驻位伫咧东区的购物中心，成为台南的首间分店。业者强调，将会带予消费者上界纯正的印度料理享宴，满足每一位台南人经济的嘴。以正统咖喱料理出名的餐饮业者印度皇宫，由总经理郝志达亲自到印度取经，并且聘请当地自请的总铺师来台湾，做出上原汁原味的印度料理，并且以健康为优先，采用上优质的香料甲食材，做出少油少盐的咖喱，让消费者吃得出食物的原味。我的印度料理跟其他的印度料理有一些区隔，在区隔方面，这就主要是以健康为诉求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健康是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希望，而且尤其是在食材方面我更要注重。当然了，这个有一点渊源这是我太太得了癌症，所以我这方面我去为了她东西设计某些的产品适合她，而且我觉得。真的健康、生命很重要，所以我才陆续把我的料理方面做一个改善诉求。比方那个坦度窑烤，他们大部分烤的确是烤的确比我们现在先烤后蒸好吃。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吃到健康的食物，所以我还是坚持先烤后蒸来做，把那个多余的不好的残留植物来取消掉。
会对饮食健康遐尼要求，也是因为总经理好几代厝内人早年得到眼睛，互伊知影养生的重要。因此，对着食材以及料理的方式，拢会特别注重。相信消费者来食饭，一定会当食了欢喜佮放心。另外，为着庆祝印度皇宫台南头一间店开幕，为今仔日开始到10月22号，来店消费伫脸书打卡，可会当送饮料以及抵用券，民众都爱把握机会。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9度至27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0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